大家好，我是罗生彪，我是君慧，我是方莹。我们3位都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弟子，也跟上师仁波切一样，是信仰多杰雄登护法的人。哦，不止，我们还是这个中国间谍，然后因为修这个多杰雄登的邪灵呢，死后呢还要下三恶趣。好啦，不要开玩笑了。当然，其实这些都不是玩笑，因为呢，西藏流亡政府和反对多杰雄登护法的人呢，确实是这样说我们的。哦，非常夸张的指控。那大家可以略说一下，就是你们修多杰雄登会有什么遭遇吗？就是从我先说起吧，因为我自己在自己的 YouTube 上面呢，就有放了这个多杰雄登的相关视频，然后呢，就底下就有人留言说我是修旁门左道的，然后我是修这个什么邪灵恶魔的。那我倒是觉得这个都还好，但是呢，他接下去给我的留言呢，就直接说我是一个站街的女人，就出现那些非常有侮辱性的字眼，太过分了。那说到这一点呢，我们就不得不说我们的上师占都古仁波切，他因修多杰雄登而面对的这个遭遇，就是他每天呢，几乎每天在网络上呢，都受到这些言论上的攻击，特别是藏族人，他们就以一些非常难听的字眼，比如说狗啊、猪啊、中国间谍啊，或是这个背弃这个民族的人啊，或者是说什么胖子啊之类的非常难听的字眼，有多难听就有多难听。其实呢，还有西方国家一些达赖尊者的狂热分子，他们其实都不分青红皂白的一直辱骂我们的上师占都古仁波切。那其实这些骂我们的人呢，他们对多杰雄登护法的来历、传承背景等等根本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对我们指控根本是很不符合逻辑的。所以说，这个多杰雄登呢是这个邪灵或者是恶鬼呢，是根本就是荒唐的。现在我们就说一说这件事。好，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格鲁派的传承上师啊，包括这个菩提道次第这个南传教诲的祖师，也就是达波克桑格珠还有包括迦杰帕布嘎仁波切迦杰赤江仁波切、迦杰宋仁波切、迦杰措摩格西仁波切等等这些大师呢，都是修多杰雄登护法的。那所以说这些大师都是信仰邪灵的。可能对行外人来说呢，这不会是有什么稀奇，但对于懂得藏传佛教的人来说呢，这种说法其实是很离谱的。而且更离谱的一点就是说呢，他们说修多杰雄登人其实在信仰邪灵而破皈依戒，所以呢，我们死后会下三恶趣。那首先呢，佛教大师说他们会信仰，不管是说信仰邪灵还是信仰这个世间鬼神，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不可能的理由呢，是因为大师呢都是很有学识的，他们精通佛理，能辩经。他们当中呢还有一些是大格西。那格西是什么呢？格西是等同于佛教中的这些博士一样。而且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古印度的佛教有一个传统就是说呢，他们这个每一年的这些大班智达，也就是这些大学者，他们每年呢都会聚集一次。然后呢，一起去审查那一年下来那些新的那些论著，还有那些新的那些学说。也意思换句话说呢，就是在每一个人呢，他要成立新学说之前呢，他都必须经过每一个大班智达的这个审查。那如果你的这个论著或者这个学说写得特别好的话呢，那自然就会受到赞扬。那如果你的这个论著或学说呢是不合法的不如法的，或者是不合逻辑的，那他们就会将你的这个论著呢就绑在这个一条狗的这个尾巴上面，然后就让这个狗呢就游街示众就是要侮辱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能够看到佛教对于学问还有逻辑的这个要求是非常严谨的。那反观我们看到这个多杰雄登的这个争议背后的这些理由跟逻辑，都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怎么说，就是在这个佛教理论上是成立的。那占都古仁波切也曾经跟我们说过，在寺院里头，如果人跟人之间的那些见解上有出现分歧的话，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你们猜猜看。通过辩论吗？对，就是辩经。那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多杰雄登的争议，这整件事情上面20几年来，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出现过辩经的情况，也更不用说辩经了。其实连对话的机会都没有。但没关系尽管他们要用各种各样荒唐的理由来说多杰雄登是邪灵，说这个修持法门不如法，那也没关系，因为呢，我们已经为大家列举了42位大师的名字。那这些大师呢，是由古至今的这些佛教大师，他们都是修多杰雄登护法的。第35任萨迦法王扎西仁钦，第33任萨迦法王贝玛顿都旺丘，第31任萨迦法王贡嘎罗佐，第30任萨迦法王索南仁钦，竹巴嘎举派的第4世夏总晋美诺布迦杰丹玛洛却仁波切，
康萨仁波切、安丘仁波切、格西拉登仁波切、格西拉登卓图仁波切、下巴曲节杰逊洛桑尼玛贝桑波、迦杰泽美仁波切、迦杰泽美卓图仁波切、色供金刚持第101任甘丹赤巴杰逊龙日南杰，第102任甘丹赤巴日宗仁波切，九世班禅大师，十世班禅大师，迦杰冈坚仁波切，咕鲁爹瓦索普仁波切，迦拉仁波切，格西也希望丘，迦杰永嘉仁波切，迦杰贡萨丘吉仁波切，迦杰贡萨丘吉卓图仁波切，迦杰扎那仁波切，迦杰扎公仁波切，扎瓦丹丁仁波切，土登普布仁波切，庞龙仁波切，格西滚雀坚赞，格西讲丘坚赞，迦杰拉蒂仁波切，迦杰堪书仁波切杰逊强巴耶喜，迦杰扎杰仁波切，迦杰格勒仁波切，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格西格桑嘉措，迦杰扎瑟仁波切，迦杰奇竹仁波切，还有许许多多的大师。再来说修多杰雄灯的人因破皈依戒而要堕三恶趣，这个其实也是不对的，而且也不是事实，因为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证明修多杰雄灯并没有堕三恶趣。传承上师一再转世回来的例子就有这位措摩格西仁波切的转世呢，是由迦杰赤江仁波切所认证的。所有的多杰雄灯修持者都深信他是前世措摩格西仁波切的无误转世，这是无可否认的。因为所有多杰雄灯修持者呢，都相信多杰雄灯其实是一位圆满正悟的佛。那因此呢，所有修多杰雄灯的高僧大德，并没有破任何的戒，也不会堕入三恶趣，而且也会一直以圆满的人生一直转世回来，认证、坐床等等，继续转法轮，利益众生。对。那另外一位措摩格西仁波切的转世灵童呢，是由达赖尊者所认证。这位灵童不被绝大部分的多杰雄灯修持者认可，而且这位灵童的出现其实违背了西藏流亡政府所说的。他们一直都说修多杰雄灯的人呢，其实是在崇拜邪灵，而且第二世措摩格西仁波切是非常有名的多杰雄灯上师，所以呢，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的逻辑，措摩格西仁波切这位修多杰雄灯的上师，应该是投身在三恶趣才对，不是吗？所以呢，根据他们的逻辑，他们现在所认证的这位转世灵童呢，其实是假的人选，对吧？对。因此呢，西藏流亡政府认证措摩格西仁波切的转世是不合理、是虚伪的。他们的举动证明他们其实前言不对后语。
那接下来一位呢，就是这个尊贵的拉蒂仁波切。拉蒂仁波切呢，是我们的上师，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上师之一。他就是曾经呢，只是占都古仁波切说，如果他有困难的时候，去请示多杰雄登护法。所以呢，拉蒂仁波切本身呢，他也是修持多杰雄登护法的。那他在几年前已圆寂了。那他圆寂之后呢，他的转世呢，现在呢已经也回来了。而且呢，还是由尊贵的这个第14世达赖尊者所认证的，那就是问题来了。如果说修多杰雄登的人是一定会下堕三恶趣的话，那么为什么拉蒂仁波切的转世又回来了，而且还是由达赖尊者本身所认证的？这个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个说法？我们恐怕要把这个问题继续问下去，因为接下来的这位上师叫格西拉登。那格西拉登的道场呢是在瑞士，我去年刚好去了他的这个道场。那这位格西拉登为什么会到瑞士去呢？其实是因为当年是至尊达赖尊者呢就亲自把他派到那个瑞士去传法的。那这位大师呢，其实他是算是大师中的大师，也是桃李满天下。那他自己本身终其一生都是在修这个多杰雄登。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说，修多杰雄登就会堕三恶趣的话，为什么这个上师他还能继续转世回来？而且他的转世还获得这个达赖尊者的认证？这其实并不是就是在自相矛盾吗？对。接下来这位加拉仁波切呢，他也是另外修多杰雄登护法的，他的转世也回来了，他并没有投身三恶趣。那接下来要提到的那一位呢，就是甘丹江孜寺的第一世色供金刚持色空多吉畅。那他本身也是一个大力修持多杰雄登的人。那么他的第二世转世呢，也是转世回来了。所以同样的逻辑，如果他前世是修多杰雄登的，照理说他现在已经是堕三恶趣了，已经就是不会再投生人道了。但是他确实是转世回来，而且还是由西藏流亡政府他们本身所认证的，那就不是自打嘴巴吗？他们之前的说法说会堕三恶趣的这个说法不是不成立了吗？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色拉美寺的前住持堪苏洛桑达庆仁波切。那这位仁波切呢，是我们的上师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第一位上师。那这位上师呢，他本身也是一位修多杰雄登的大师。然后呢，他的这个多杰雄登的传承其实是来自迦杰颂仁波切他是从迦杰颂仁波切的座下获得这个多杰雄登的托命灌顶，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过这位护法的修持。然后在他圆寂之后呢，达赖尊者也找到了他的转世，所以就表示他并没有堕三恶趣。那甘丹萨契寺的下巴曲节呢，沙巴丘吉杰孙罗桑尼玛飘桑波呢，是伟大的密续大师之一。他呢也是修多杰雄登的一位大师，而且这个是他亲口跟我们的上师赞助仁波切所说的，所以他的转世也回来了。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多杰雄登的修持，他的转世回来了，现在在甘丹萨契寺。那接下去呢，我们要谈的是格西慈诚坚战 Geshe Suchum Galsen。那这个名字呢，对我们占都古仁波切的弟子来说一点都不陌生。那这位上师呢，也是将多杰雄登护法介绍给占都古仁波切认识的。而且在仁波切16、17岁的时候，因为生活上面对一些困难，然后呢，这个格西拉呢就跟占都古仁波切说：“你去跟这个多杰雄登护法祈祷。”然后呢，仁波切也见证到了这位护法神的他的那个修了他的这个护法法门之后的那个成效。所以呢，仁波切也对这个多杰雄登的这个信心也大增。然后呢，在几年之后呢，这个葛西拉呢就把这个迦杰颂仁波切请到他们的这个道场来。然后呢，占都古仁波切呢也是在这个时候呢，在迦杰颂仁波切的座下接受了多杰雄登的托命灌顶。所以这位上师呢，终其一生都在修这个多杰雄登护法。然后呢，他圆寂之后呢，转世也回来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被达赖尊者所认证。接下来这位是葛西丹达，他也是修持多杰雄登，而他也以圆满人生转世回来了，灵童就在蒙古。喇嘛耶谢、喇嘛耶喜呢，也是一位出名的修多杰雄登的上师。那他是当今呢，就是世界上一个非常著名的团体，也是了不起的团体，也就是 FPMT Foundation of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Mahayana Tradition 护持大乘法脉的这个团体的创始人。所以呢，他经常在他的开示中呢，就是劝请人们呢修这个多杰雄登护法法门。所以呢，他这个大师呢，当他圆寂之后呢，他的转世呢，今天也回来了。他在80年代的时候圆寂的，而且是迦杰颂仁波切为他做的这个举行的这个荼毗仪式。对，错。他今天呢，他的转世也回来了，而且就是如果我们说修多杰雄登会堕入三恶道的话，比如就像这个藏人流亡政府所说的那样，为什么今天耶喜喇嘛也照样回来了呢？就是说，
修多杰雄灯根本就不会堕三恶趣，而且呢，多杰雄灯其实它的体性呢是文殊菩萨，所以呢你修它，你才就不会堕三恶趣，而且还是一个圆满人生回来。那接下去这位大师呢是甘丹萨济寺布康卡里堪珠仁波切啊，他也是修多杰雄灯的大师，他曾经是甘丹寺的住持和大格西，他的转世也回来了。那接下来这位是迦杰贡萨丘吉仁波切，他是本世纪藏地最有名的其中一位佛教大师。那这位大师在圆寂后呢，也以圆满人生转世回来。他在西藏的康区建有一座规模非常大的多杰雄灯护法殿，就是我们几年前去过的那一座。对对对，就是那一座。好。那这个迦杰扎贡仁波切呢，他也是占都古仁波切的其中一位上师之一。他是一个伟大的佛教大师，也是一位伟大的学者。然后他也曾经给了很多次的这个多杰雄灯护法的这个灌顶。所以呢，他圆寂之后呢，他的转世也回来了。他是属于这个哲蚌寺的果芒寺的。那接着下来呢，就是迦杰泽美仁波切，也就是这个所谓的黄皮书的这个著作人。那这个黄皮书里头呢，写着的是如果你是修这个宁玛派的话呢，多杰雄灯护法会怎么惩罚你，所以你不应该去修这个宁玛派的这些教法。那达赖尊者在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就决定就是对这个多杰雄灯实施禁令，所以也就有了这个1996年的这个多杰雄灯禁令。那迦杰泽美仁波切呢，他在圆寂之后呢，他的转世还是回来了。因为照理来说就是泽美仁波切写了这么一本具伤害性的书，那他怎么可能还可以以一个圆满的人生回来呢？而且目前迦杰泽美仁波切的转世就在西藏康区一座非常有名的寺院，他就在那边学习继续他的这个佛法的修行，真的是一切都还挺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上师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呢，他的根本上师至尊颂仁波切给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呢传授多杰雄灯的托命灌顶，而且颂仁波切他一生都在修多杰雄灯，也为外国人、藏族人不论僧俗，颂仁波切呢他都给他们传授多杰雄灯的托命灌顶。那如今颂仁波切的转世他也回来了，而且他也正在考取葛西的学位。那还有另外一点就不得不提的是呢，颂仁波切他的转世是由达赖尊者与多杰雄灯神谕一同认证的。那时候我们的上师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他人就在寺院里见证整个过程。那仁波切还说，年幼的颂仁波切呢，他转世虽然年纪很小，但他也能认出他前世所认识的人，甚至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如果按照西藏流亡政府的逻辑，为什么颂仁波切没有堕入三恶趣，反而还转世回来？那下一位呢，就是至尊林仁波切。至尊林仁波切呢，就是第14世达赖尊者的经师之一。那他本身呢，也有修持多杰雄灯护法。虽然他不是大力修持多杰雄灯护法的人，但是呢，他非常敬重这个多杰雄灯护法，而且呢，他也曾经为多杰雄灯护法写了这个祈愿文。他的转世呢，今天也回来了。那说到这个至尊达赖尊者的这个上师，那我们就要继续再提他的这个传承祖师之一，也就是帕邦嘎仁波切啊。帕邦嘎仁波切算是达赖尊者的师公。那帕邦嘎仁波切呢，据我们所知呢，就是这个在我们上个世纪大力推广多杰雄灯修持的这一位大师，他集合了萨迦派的那个筹供文，然后再集结了他的那个师公，也就是达波克桑格珠的这个祈愿文呢，再加上他自己所写的祈愿文呢，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认知的这个战胜诸方之古音的这个多杰雄灯筹供文。那按照他们这个西藏流亡政府的逻辑，他是为多杰雄灯做了那么多的事情，那他的恶业应该是比任何一个大师都还要再翻倍的哦。但事实上是这样吗？难道就说这个帕姆卡仁波切，我们上师中的上师，是一个破他的这个皈依戒、破菩萨戒、破他的密乘戒的人吗？显然不是。因为呢，这个迦杰帕姆卡仁波切已经转世了3次第一次圆寂了，转世第2世，然后现在的这个转世是第3世的帕姆卡仁波切，也是获得达赖尊者的认可。那他转了3次，以一个圆满人生转世回来，那到底是下三道还是没有下3道呢？匪夷所思哦。对。接下来这位至尊迦杰赤江仁波切，我们都知道他是14世达赖尊者的其中一名根本上师，终其一生都是一名修多杰雄灯的上师。他是上师中的上师，名副其实的桃李满天下，座下弟子千万名，
跟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同处一个时代和上一个时代的三大寺僧人，没有一个人不曾接受赤江仁波切的开示。他大力推广多杰雄灯的修持，撰写多杰雄灯修持的注释，给人传授多杰雄灯托命灌顶。终其一生呢，都在弘扬、讲述多杰雄灯的背景、来历和体系。然后在佳节赤江仁波切圆寂之后呢，达赖尊者亲自找到他的转世。尊者找到的人选呢，和多杰雄灯护法透过沈玉梅找到的人选不谋而合。那这位大力弘扬多杰雄灯的大师，他的转世回来了，他并没有投身三恶趣。那最后一位我们一定要提到的大师就是第9世班禅大师。班禅大师呢，他在他的西藏日喀则著名的一个寺院扎什伦布寺是他本身的寺院。那他在那里呢建立了一个多杰雄灯护法殿，就是供奉多杰雄灯护法，而且在那边呢经常举办多杰雄灯的法会。那他的第10世转世呢也已经回来了。所以，如果他修多杰雄灯是会堕入三恶趣的话，为什么他的第10世的转世呢又回来了呢？西藏人呢都说日与月，就是他们把达赖尊者当作日，而把班禅大师当作月，所以呢，他的地位呢跟这个达赖尊者呢是平起平坐的，而且他是修多杰雄的人，而且他的转世也不断的转世回来。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个10世班禅跟14世达赖尊者的关系也非常的亲密啊，就是在1959年之前。那如果这个转世是错误的，他按照他们的逻辑来说啊，这个10世班禅大师回来的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假的人选才对嘛，因为他应该是下那个三恶趣嘛。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10世班禅跟14世达赖的关系还非常非常的好。那证明什么呢？那证明就是西藏流亡政府所说的修多杰雄灯会堕入三恶趣是一个谎言。那另外呢，我们接下去说啊，如果说我们的传承上师修多杰雄灯是修邪灵的话呢，其实那个后果呢是非常的严重的。那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当我们说我们从一个上师那边拿了我们的皈依嘛，就是我们皈依自此之后的每一天呢，我们就已经答应了自己的上师避免造10不善业。那这10不善业呢，就是我们的皈依戒。那从我们的皈依戒呢，我们才可以继续去拿我们的什么戒呢？就是菩萨戒。有了菩萨戒之后呢，你才可以去拿所谓的那个金刚乘的那个戒，我们叫密续戒。那也就是说呢，我们的这个皈依戒呢，是所有其他戒条的一个根基啊。如果你没有皈依戒的话，你没有办法拿这个菩萨戒，你没有菩萨戒就没有办法拿这个密乘戒。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的皈依戒是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至关紧要的东西。所以呢，也就是说，只要你的皈依戒破了之后呢，你的所有的戒条呢，其他的戒条呢，也就跟着是一起是毁坏的。那其实皈依戒呢是我们的根基，也是地基。藏语呢叫做 Tsiktan。根据我们的上师呢，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他所给的形容呢，修行人持守的那个菩萨戒就好比墙壁，而密续戒呢就好比屋顶。那我的上师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呢，他进一步的解释说，如果你把地基拆除，墙壁会倒下，屋顶也会坍塌。这就是西藏流亡政府制造的一个困境。就如果你今天修多杰雄灯，你就破了这个皈依戒，你违背了这个皈依戒，那因此呢，你也破了你的菩萨戒，还有密乘戒。所以今天你修圣乐金刚、大卫德金刚、十轮金刚、喜金刚、普巴金刚等等的修持法门呢，你的修行其实不会有任何的成效。因为呢，我们是否得到修行上的成就，关键在于如法持守戒律。上师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他还说呢，如果你已经破了戒的话，不管你练什么心咒，其实都变成虚无的心咒。仁波切还给了一个比喻说，好比你把车子的引擎拆出来，车子它还像是一台车子，但是呢，轮子还在，方向盘、安全带、车座等等所有的东西都还在，但你没办法开动这台车。因此，按照西藏流亡政府的逻辑和说法，人们因修多杰雄灯而破戒，就好比我们的车子没有了引擎一样。好，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其实在印度的甘丹寺呢，其实还有一座赤江仁波切的灵塔。那这个灵塔呢，只有是那种大师中的大师呢，才会有在圆寂之后呢，被人家供奉在这个灵塔里面。那如果赤江仁波切是一个破戒上师的话呢，为什么到目前到现在为止，还要有那些甘丹寺的僧人呢，经常去绕这个赤江仁波切的佛塔呢？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修邪灵的破戒上师的灵塔拆除，才能证明说这个多杰熊灯是邪恶的呢？在进行过上面的讨论之后呢，我们应该要弄明白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修多杰熊灯，我们到底是会堕三恶趣，还是不会堕三恶趣呢？如果是说会堕三恶趣，那为什么修多杰熊灯的上师都没有投身三恶趣呢？更讽刺的是，西藏流亡政府还认证修多杰熊灯的上师的转世，那么西藏流亡政府不就是在自相矛盾吗？西藏流亡政府应该是找不到多杰熊灯上师的转世才对啊，他们为什么要认证多杰熊灯上师的转世呢？当西藏流亡政府认证多杰熊灯上师的转世，他们也是在向全世界表示，修多杰熊灯是不会构成任何问题的，否则的话，这些上师是怎么转世回来的？你们当中呢，可能有的人会说啊，这些我们刚才列举的那些修多杰熊灯的上师，他们在过程中就已经放弃多杰熊灯护法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些大师都确确实实修过多杰熊灯，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的某一段时间都曾经修过多杰熊灯。这也就表明了多杰熊灯其实这个修持法曾经是这个格鲁派的主流修持，而不是非主流的修持。这个非主流的情况呢，是在1996年这个禁令出现之后才有的情况。因此，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影片，能让大家看到西藏流亡政府为了禁止多杰熊灯的信仰而说了多少谎言，说了多少不符合逻辑的话，不符合事实的言论。修多杰熊灯不会让修行人投生三恶趣。多杰熊灯的信仰在格鲁派曾是一个主流修持，然后于1996年面对禁令，修行人因此丧失信仰自由。这些都是真实不虚的事实。不管人们信仰什么，身为一个自诩民主政府的领导人，都不应该打压任何人的信仰，或批评或排挤某个信仰的人，煽动人们对他们的仇恨。我们再次恳请西藏流亡政府停止迫害多杰熊灯的修行人，尤其是那些在印度的多杰熊灯修行人，这是尊重基本人权的做法。谢谢。